由華傳奇主辦，澳門新星舞動文娛協會協辦之華傳奇萬水千山頌事情端午慈善敬老活動，5月29日中午在好世界酒樓溫情舉行。華傳奇創始人周美玲表示，此次活動向長者派發600份應節禮品包，以眾香傳遞佳節祝福。敬老愛老是中華文化根脈，理念與創會宗旨契合，故堅持每逢佳節舉辦敬老活動。此次特別感謝澳門新星舞動文娛協會會長梁麗萍以及義工團隊全力協作，祝願全澳長者端午安康，福壽綿長。澳門新星舞動文娛協會會長梁麗萍表示，協會始終以弘揚傳統美德為己任，此次能攜手華傳奇服務長者，深感意義非凡。粽葉裹住的不僅係糯米香，更是代代相傳的孝親之情。華傳奇送俾各位幸福、平安、健康接踵而嚟。